食住其實差唔多，廣東旅遊更超班。大家好，我係廣東旅遊嘅生仔，歡迎大家查詢我哋團號為 BGX072嘅呢一條線路。咁我哋呢條線路係去廣西嘅行攝世界梯田之冠龍脊梯田鏡面奇觀，觀賞上山水月奇觀，順遊麗江後花園，平樂精華頓嘅巴士4天團嚟嘅。喺翻行程特色方面，我哋會帶住在座咁多位去到我哋嘅麗江後花園，遊覽平樂精華頓、飛鳳上山、美女照鏡、孔雀開屏等兩岸風光嘅，亦都會去到我哋嘅桂林城標象鼻山，觀賞象山水月嘅奇觀，漫步愛情島，細緻感受麗江風光嘅喎。咁咧，亦都會去到我哋嘅七星公園、神仙洞府、七星岩，賞一下我哋嘅千姿百態嘅石鐘蕊、石筍、古榕迎賓同埋江山多嬌，以及九龍戲水等等嘅美景嘅。亦都會去到世界嘅兩大著名景區九龍五虎觀景台七星伴月嘅美景，成龍電影絕地圖望取景點，感受嚟自一年一度嘅放水季，層層疊疊嘅鏡面梯田嘅視覺呈現，千面嘅明鏡顯出萬道金光，猶如仙境一般嘅咁樣一條好玩、抵玩又好食嘅線路，不妨推薦俾你嘅親朋好友，叫埋佢哋一齊嚟報名啦！唔該晒大家啦〜